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導遊安寧。今日同大家推介我哋呢個金秋龍脊雙梯田加中國最美陳陽壩寨4日3晚秋季度假遊，一次過帶大家玩轉金秋、桂林、柳州最靚風景。到達桂林，我哋最先打卡嘅係桂林最大、歷史最悠久嘅公園七星公園。呢度有桂林著名嘅駱駝山，同埋網紅打卡地標花橋。第二日，我哋嚟到本次金秋必去嘅地方龍脊梯田。呢度係一個歷史悠久、規模宏大嘅梯田群。上到梯田上邊，我哋就可以見到層層疊疊嘅梯田從山腳一直蔓延到山頂，形成千層天梯上雲端嘅壯麗景觀。跟住我哋嚟到布尼花海梯田嘉烏瀑布，呢度有神奇嘅高山瀑布，仲有紅窯手術民族。我哋仲安排咗紅窯阿嫂帶我哋一齊體驗紅窯美食打糍粑。呢度仲有一個絕佳嘅打卡點上天梯，我哋仲可以近距離嚟到瀑布邊感受清涼嘅山泉水。第三日，我哋嚟到山江陳陽壩寨，呢度係由8個自然村仔組成，仲可以欣賞侗家建築山柱、陳陽永記風雨橋、侗族鼓樓、鋼梁式吊閣樓，感受侗族民族風情。晚上我哋帶大家睇桂林最靚嘅夜景東西向。我哋漫步喺明清古巷入邊，睇逍遙樓，睇金蓮雙塔。講到食，我哋俾大家安排咗好多當地特色美食，侗家特色百家宴、桂林非遺油茶、正宗農家散養土雞湯，仲有山泉水、野生魚。我哋今次安排嘅酒店係四鑽酒店，酒店環境乾淨舒適，健身房、洗衣服一應俱全，仲為大家準備每石 VIP 專屬禮品，年年逢重陽，歲歲皆安康，金巴件高定禮品送俾大家。